好，很棒。我来讲，过海啊什么？你知一般的囡仔吼，你若要做甩尾吼，无材料做甩尾，咱囡仔的摩擦力，咱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抓地力，它其实就是摩擦力。所以要做甩尾的车哈，它的抓地力要特别好，也就是它的轮胎要特别软。那种特别软胎哈，咱每日就倒迄软胎是安怎？因为迄软胎的耗损足悬的。因为咱平常时咧开车，咱每次甩尾嘛，所以你开迄软胎无偌久，你就爱换轮仔，而且迄软胎的轮仔特别贵，它又比你一般的硬胎的轮子还贵。我问你诶，上导无加好谈哦。真的。伊迄送一抓落来，伊迄四个轮仔拢爱换。无伊第二道佮送伊个甩化嘛，伊个甩下山壁。而且他老爸还会改车呢，改超好的呢。系啊，你看电影看了你袂感觉怪哦？送豆腐有够好赚的呢，送豆腐毛利好高哦，可以大概换他4颗轮子哎。我也要去送豆腐。然后他儿子是那个加油站的那个。我也要甲找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比如讲因兜做好囝啦。送豆腐吼是因从小的乐趣尔啦，伊个无欠迄钱啦，但是伊从小的兴趣就是送豆腐啦。我只好这样解释啦，不然你怎么解释说他送一趟豆腐可以这样甩尾这么帅？其实是中乐透的部分。很有钱，只开86的话就不会，只会是从上。好，来。上古时期的车。来啊，同学，来手背要接化石浆。咱印尼公园地层吼，无哪现一本册安尼，你现册就无像你家一只网仔夹死伫遐，你伫显落，经过足久你显落看到你只网仔，想着你去当初去读遮的时阵，一只网仔就是化石，咱的地层会把一些远古的动物改摆起来，以后咱互咱学着，咱就知迄阵的代志。所以化石辅助地层，记录我们古早年代。所以咱用化石来分做地质年代表。咱有一个观念就是讲，咱的化石只有伫沉积岩才会发现到。想到火成岩无化石，比较深入你哪？火成岩是岩浆嘛？你若有岩浆包着，你敢会骨头会留落来？你骨头无材料留落来啊嘛？但是变质岩，你若准讲为沉积岩变质的咧，这个沉积岩本身有化石，变做变质岩，它就变化石敢会留落来？会。袂啦，变质岩就是高温高压啦，就是原先这个沉积岩内底若准讲有台化石，伊个变质的过程，迄化石嘛，好有去啊。所以，当然沉积岩有材料留化石的啦。来第二，咱要安怎知这个化石是点时的？咱画龙宫这个是2亿年前的汉土土年代不同，对。咱要知这个化石是偌久进去，这个动物偌久进去漂移，来这唔知哦，这跟理化有关，这种叫做放射性定年法。你有会碳12吗？碳12你看。标准。这原子量制定标准啊，来碳有另外一种同位素，叫做碳14。这个碳14是有放射性的，伊伫自然界含量有一定的比例。咱这有机物每天伫遐喘气、食物件，咱体内的碳
甲外界的比例是相共的，但是掠准有一天，咱漂移的时阵，咱停止对外界交换，咱体内碳14开始转换成碳12，它的半衰期是5700多年。半衰期啥物意思？知影无？就是讲经过差不多6000年啦，咱的碳14，即个漂移的动物的碳14会变原来的一半。啊，若过6000几年呢，会搁一半哦，袂无去哦，加一半到一半。好，安尼我出一条数学互恁读。那做讲6000年，啊，学到一个化石内底碳14的比例是原来甲自然界剩1/8。来，请问伊死了几冬啊30几冬。啊，半衰期6000年，它的碳14是分下自然界中含量的1/8了，这样你挂掉，调一偌久啊18000。3倍嘛，1/8是1/2的3×4，可是一半的一半，也跟它经历了几个半衰期，3个，6000乘以3，安尼样算呗。所以你安尼算来，是1年拢算得出来，这叫放射性定年法。咱为化石的放射性定年法，咱就知影讲这化石的半衰期。好，咱把地球的年代分做地质年代表。来，这个时阵地球诞生了，偌久进去？多久以前？46亿嘛。76亿而已啊，46亿哦。这是今天。地球刚开始没有生命嘛，是一个岩浆球嘛，后来内部的二氧化碳喷发，水汽喷发开始落雨，形成海，外口的地壳开始硬化，变成硬的地壳，来蓝绿藻产生，但是伊是单细胞，一直咱拢看无。迄阵啊，外星人来到地球顶悬，伊看起来啥物物件都无，除非甲咱遮土挖倒去显微镜分析，他看到蓝绿藻，对无？经过足久，一直到当时呢，咱来看进入寒武纪，啥物叫做寒武纪？这阵拢叫前寒武纪。寒武纪大概偌久？伫5亿4千万年前，来记得这个数字哦。是安怎？5亿4千万年前，有一个叫做寒武纪生命大爆发。他们看出来。就是地球顶悬开始一大堆动植物开始乱蛇啊，迄阵叫做寒武纪的生命大爆发。是安怎地球顶悬开始有寒武纪生命大爆发？有水啊。有水？不是。来，地球环境在5亿4千万年前的大多6亿年，地球环境发生一个变化，导致5亿4千万年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。猜猜看，这个变化发生在大气层。臭氧层破了啊！你讲得病啊？臭氧层不对，臭氧层产生的。你可破了，破了是我们现在的给人家弄破的啦，人类给人家弄破的啦。对啊，那个冷气。臭氧能冻上？那个那火星的那些那个什么陨石。无啦。紫外线。紫外线呐，紫外线会安怎？灼伤细紫外线会伤害细胞对无？所以依在生物在有紫外线的时候，除了臭氧层可以挡紫外线之外，还有一个可以挡紫外线，水也可以。
问题是水要有一定的厚度，所以在臭氧层形成之前的生物，唔来是单细胞多细胞，伊敢若让生存在深海，所以只有海绵宝宝可以活下来，唔对，因为海绵宝宝住在深深的海底，它一定要在深深的海底去挡住紫外线。但是从臭氧层形成之后，它开始浮到浅海，开始被景花，开始到陆地上，所以就产生了含乳剂生命大爆发。好，为这阵开始，所以这阵头前拢叫前含乳剂。含乳剂之后，我们把它分成3个年代来安看，叫那古生代、中生代、新生代。这里面又分成季，每一个代都有指标化石。上面有指标化石，就是你为这地层你啊挖到这化石，你就知影伊是古生代，伊是中生代，伊是新生代。古生代代表化石以上，叫做三叶虫。来，咱先讲要当做代表性的指标化石，有啥物条件？只有那个时代。它的生存年代要超过，要很窄哦。三叶虫敢若活古生代，到中生代迄阵，地球顶管已经无三叶虫。你像即摆，阁有一寡活化石，像鹦鹉螺吼，因为地球活了好几亿年了，到现在还有活着的。所以你在地层挖到鹦鹉螺，你可不可以确定它是哪一个年代的啊？不行，没办法，对不对？恐龙只有活在中生代。你知道地层挖到恐龙，你等下这个地层是中生代，所以大型爬虫类就是中生代指标化石。新生代哺乳类，哺乳类就新生代。然后这种指标化石的生物，伊的时间要短哦，但是伊的活动范围爱安怎？遍及整个地球。啊，无伊若局部的，你要安怎做指标啊？三叶虫在古生代的海里几乎随处可见，但是古生代结束，三叶虫就灭绝了。恐龙相共啊，恐龙在地球顶悬，中生代时烂蛇啊，但是恐龙中生代结束就无去啊。恐龙安怎无去的？陨石飞落。我甲你讲哦，我细汉时阵看迄恐龙的册，最后一章他已经跟我讲恐龙为什么灭亡。这书上会写，恐龙灭亡，据推论有下列几种可能的原因啊。第一，气候变迁；第二，安怎点点点点。我甲你讲，经过这20-30年来，你再去买恐龙的书，伊袂甲你安尼写，是安怎袂安尼写？因为原因很确定了，就是只有一个，小行星撞离地球。6500万年前，一颗小行星，直径都给你算出来了，10公里。不可能啊！你讲小行星直径10公里叫小行星，真的。那我们算太小。啊，对太空而言真的很小啊。可问题对地球而言，伊的头撞到地面时，伊的尾去跳过喜马拉雅山的哦。撞击在哪里？我甲你讲，连撞击地点都找到了，在南美洲。东非大陆没有。南美洲的一个那个，所以它的范围，它就是算出来的。在6500万年前，伊落落去时阵，那一瞬间，南北美的恐龙当场全部死亡。为什么？压死。它还这么大的行星哦，还没接触地面的时候，那附近的森林就全部烧起来了啦。它产生了高温，
更不要说一撞击瞬间那个高温震波，那比原子弹爆炸还剧烈。南美、北美的那些暴龙什么，一瞬间就挂了。啊，你说啊，亚洲嘞，亚洲又没有那么冲击。我跟你讲，弄来了后，接下来那个地球的天气马上乌云蔽日，不见天日，灰尘太多，那个尘土上来，弥漫整个大气层，烟尘、毒气，好，那个绿色植物开始死亡。绿色植物死亡之后，草食性恐龙开始死亡，肉食性恐龙开始吃它们丰盛的最后一餐，然后挂了。时间问题，好，时间问题。但是你要讲恐龙全部灭绝，这个说法嘛无啥正确。恐龙的后代现在还留在地球。你要拿哪一种生物是恐龙的后代？鸡、鸟类，鸟类，不是蜥，不是鳄鱼哦。鸟类才是恐龙的嫡传后代哦。好蛋龙啊。到尾啊，那个迅猛龙上哈，它的骨骼什么已经完全就是鸟类的。恐龙跟蜥蜴鳄鱼还不是那种，就是很远的亲戚啦。但是鸟类啊，但是鸟类一点不酷嘛哈。我们提着鸟，我们去遛鸟。如果今天恐龙还在，我们牵只暴龙去遛暴龙，多酷啊！然后遛一遛之后就变暴龙的领事，对不对？路边的野狗都不敢来惹我，我砍人家暴龙可以。但我真正跟你讲，没有6500万年前那一颗小行星，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的都是爬虫类。因为那时候的迅猛龙已经发展出高度智力了哦，比我们还高。然后那时候哺乳类是被爬虫类压着打的哦，所以再发展下去，高智能的爬虫类出来，哺乳类永远没有办法出头。所以在座大家上课的都是爬虫类。一个生物的灭绝，就是一个生命重生的契机。爬虫类挂了，哺乳类才有出头的机会。哺乳类挂了，就它不知道什么，搞不好昆虫就出头了。搞不好鸟类。那时候身体不是很大只吗？狗就长翅膀。我来你讲一件代志啦。你看中生代的恐龙时代哈，它又分成3个纪，对不对？来分哪3个纪？二叠纪最早，来叫侏罗纪。你有看过一篇叫《侏罗纪公园》吗？我那超好看的。白垩纪。来白垩纪，我甲你讲一件代志哦。我尾啊看了《侏罗纪公园》，我发现一件代志，《侏罗纪公园》的恐龙明星拢是白垩纪的恐龙。这片应该叫白垩纪公园啊对，暴龙是白垩纪的，迅猛龙是白垩纪的，而且它里面还有错误知识，里面一只那个迅猛龙，它会开门。伊差不多，伊无暴龙遐大只，暴龙差不多2-3层楼高，它里面的迅猛龙吼，行入去餐厅内底，头壳慢慢掉天花板啊！我跟你讲，真正的迅猛龙多大，你知道吗？跟一只火鸡差不多大，超矮一只，比人还矮。迄只唔是迅猛龙啦，迄只叫恐爪龙啦。伊甲内底叫迅猛龙啦，结果内底恐龙拢是白垩纪的恐龙，伊甲叫侏罗纪公园啦。尾啊，我去查白垩纪的英文名称，我知影伊想要叫侏罗纪公园，因为白垩纪的单字有够长，有够歹念的啦。迄号叫做电影的名。迄电影商业考量 Jurassic Park， 侏罗纪的 Jurassic Park 那个名称短又好念，白垩纪我恶鬼我袂晓念，所以名称就有关系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它不叫白垩纪公园有原因的。
侏罗纪里面的霸主是谁？豹不是翼龙。那么还这异特龙，有听过无？它跟暴龙很像，它个子比暴龙矮一些。暴龙的前爪很小，可是那个翼龙的前爪比较大。暴龙是厉害在它的下肢跟它的牙齿。它的前爪其实没什么作用的，那跟沙米叫跟你架呢，跟战斗无关的。侏罗纪的那个上大尾啦，叫翼龙。白垩纪边讲的是暴龙。它不是有一个躲在水里面那个？一种力比较强。迅猛龙迅猛龙晚期，迅猛龙是一种打群架的，它已经会战术运用了，它会做各种轻敌、围捕什么的，它等于是已经有智慧的恐龙了。但是暴龙当时还是以那种力量取胜啦，因为它个子大，又大只。来，我再来讲解事实。你看这种历史年代表，你卖也准伊是等间隔的演化速度是越来越快。人类距离暴龙，我们现在人类在这里，人类距离暴龙跟暴龙距离翼龙的年代差多远？我算给你听，人类距离暴龙6500万年前，就跟小行星撞地球那时候，但是侏罗纪。白垩纪跟侏罗纪的差别是2倍，1亿2000万年哦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跟暴龙的距离比暴龙跟翼龙的距离还要近哦，近了一半哦，很难想象哦。那种恐龙时代啊，有种感情，无，这都是几亿年的、几千万年的，你很难想象。来，我给你转换，你把这46亿年换成一年，365天，1月到12月。来，您要看卖，地球上开始爬爬照的时阵，有生物爬爬照的时阵，在几月？2月、7月、6月、8月、2月多一点。你拢要想早，11月中。真厉害！寒武纪，这根据比例来看哦，从元旦开始，地球诞生了，整个前寒武纪的漫漫长夜，一直延续到11月中，地球上还有生命大爆发。真的。来，刷来，恐龙什么时候？几月几号11月25号。12月10号。为什么？恐龙出来了。圣诞节灭亡了，12月25圣诞节恐龙灭亡。听都不到。最原始的人类12月两起出来，来我来讲。圣诞节当天。最后1分钟。确实。最原始哦，那种猿人哦，就是几百万年前、100多万年前那种猿人哦，它诞生于12月31号。晚上8点钟，为什么？人类号称有文字的文明，5、6千年的历史，发生在什么时候？12月31号晚上11点59分30秒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得出来的为什么？人类也就是说人类5000年的文明。有文字的文明跟地球比起来，化成1年的时间，它距离现在就是30秒的时间，然后就 Happy New Year 了。月份。安内有感觉无？秋季大月份。这个告诉我们，后面这些古生代、中生代一直到新生代，它的演化是越来越快的。你如果等比例去画它，你这边字根本小的让你看不见，没办法。所以我们越靠近现在，那个格子是放的越大，但是它绝对不是等间隔，伊演化速度是愈来愈紧，所以咱刷来，
咱就到这个哺乳类，到近代，这个是咱的迄个地质年代表，地质年代表，刷来安怎演化？但是我一直觉得恐龙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。你要知道，在6500万年前，那颗行星砸下来，让恐龙全部灭绝的前一刻，地球上每只恐龙都还很用心的在活着，在为它的生活战斗。在吃饭呢？直到最后一刻哦，吃的最后一次。因为他们知道发生什么事。这不是圣严法师讲的，明天或意外，我们永远不知道何者会先到。一起这样。我讲过啊，921大地震发生的前一晚，那些被活埋的人去睡觉之前，他知道他永远睡觉就起不来了吗？用台了后，伊身边了后，伊天堂啊、地狱报道一次，伊了哪死的，我知。我在睡觉啊。我昨晚去困，我会知我来报道啊。我哪死的，我嘛唔知。他可能在做，他以为他在做梦呢。做到死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人活着的一刻，就要活在当下。人文主义。那你就要活在当下哦。你活在当下，意思就是说，你要尽情活出你的生命。什么叫做把每一天都当做最后一天活着？利用时间呢？你买什么啊？我好期待明天，我好期待那个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。你把所有的想法都放在未来，其实。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由每一个当下组成的啦。你的生命不在过去，也不在未来。等你有一天合上那个盖子的那一刻，你会发现，你这一辈子有没有遗憾？就是你有没有每一个时刻都很用心。你生命每一个时刻，不管酸甜苦辣，你用心的去体会。那最后就是你如果一直都是心不在焉的活着，所以这个恐龙值得我们，恐龙是最活在当下的生物哦。它怎么活在当下？你知道？我曾经看过一部，就是我之后考完有机会给你们看，它是根据恐龙化石去推论当时的情形。一只公暴龙要去找一只母暴龙交配，结果那只母暴龙在照它的宝宝。就公暴龙发现，如果它那个宝宝存在，它就没有办法去交配，所以它就要去攻击宝宝。母恐龙就跟公恐龙打起来，就母恐龙脚步一个不稳，跌倒了，公恐龙冲过去把它宝宝咬死了。结果母恐龙接下来冲过去，一口把公恐龙脖子咬下去。公恐龙也死掉了，母恐龙一看它小孩死了，它第一个动作什么？吃掉它小孩啊？为什么？很营养啊，现成的。因为它要补充它刚刚打斗的体力，小孩是前菜，公恐龙是主餐。他刚刚背心保护的，他用生命保护的孩子。可是他断定他已经死了，瞬间转换哦，小孩变成食物，他会不会在那边难过哭泣？没，为什么？他活下去是他的第一要务，他的目标就是活下去，他没有时间在那边哀悼他小孩的死。先吃掉他小孩，再吃掉公恐。所以我看到这篇，他的评论很有意思。他说，为什么？因为恐龙的大脑太简单了，他一次只能想一件事，所以他是标准活在当下的生物。他
它的目标，所有生物的目标就是生存，但那上面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是什么？繁衍生命。所以，他小孩在的时候，他最高目标繁衍生命，所以母恐龙会用它的生命去保护它的小孩，因为那个繁衍的目标比较大。可是，一旦小孩挂了，剩下就是他活下去的目标，所以他一次只有一个目标，他一直追寻这个目标，他没有其他的大脑去分心去想说，好难过哦，我小孩死了，以后我怎么办？没有怎么办？我要活下去，我刚刚打斗消耗体力了，小孩先当前菜吃掉，公恐龙，再当主菜吃掉，所以他那个影评很好啊，他说。恐龙是标准活在当下的生物，一样啊。他会活着会烦恼说，哎，会不会有小行星炸下来？没有啊，他用心活着，活到小行星炸下来那一刻，他的生命就结束。好，来，公安家。